观众朋友，大家早早，欢迎收看10月20早起新闻，我是麦湘莹。好，我来看这盐水大饭店的导演郑文同甲林志如，因是摕到迷你剧集的电视电影的导演奖。这郑文同是以台语来发表谈话，讲真感谢公司台语台，也佮有工作人员甲演员的付出，而且伊嘛讲，这咧拍片的时阵有影是真辛苦。多谢公司台语台，真正。 无恁就头坚持到尾，无可能拍得出来。非常多谢，这个是一个真大的勇气啦吼。多谢我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这一定爱讲，因为大家无一直在听吼，这个拍这个戏嘛是水深火热啦吼，就痛苦，就辛苦啦吼，就辛苦。一定爱感谢所有演员。 嘛，感谢我所有的厝的人，啊，佮阿如导演，无这老朋友伫陪伴吼，嘛拍袂落，非常谢谢。两个老灰阿郎啊，我们两个老头子加起来应该有130岁吧，快到130岁。可是，在现场，我觉得年龄不是相加，因为我们两个老头子在一起。 我的任务就是激发出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的拍片魂。郑文同是强调，伊这出戏原本的作者陈静之甲角色的原型戴锦瑶是为民主来拍拼，甲这记录留落来。伊多谢所有的民主前辈。原来盐水大饭店，伊是真实的故事来改编的。这主角戴锦瑶是伫美丽岛事件过了，互人掠去关。伊伫咧坐卡的时阵，考生这家家的生活，就是食3顿配盐水，有影是盐水大饭店。 咱恭喜这个得奖者，另外呢，要来关心的是这投资诈骗有影是掠袂了。台中有一个警察伫咧休困的时阵，伫车厢去看到这行为真奇怪的人，才发现讲原来伊就是车手，准备要来甲人面交提钱，所以当场随甲人掠起来。也那另外伫咧高雄也是有一个事大咧，伊是要领1400万来买黄金，请人甲伊投资买股票。 警方是硬甲考劝，也规起趁这个势，互被害者甲遮个人甲约出来，成功是掠着人。警方赶到台中南屯一间超商，就看到穿白衫的查某人，互人饲伫涂骹。原来伊是投资诈骗集团的车手，要甲被害人面交收40万的存款。无锡侦查员适逢休假，在超商购物时，发现有名男子行迹诡异，一边讲电话，一边鬼鬼祟祟列印证件。 不久，看见一名妇人手拿着牛皮纸袋现身，男子出示工作证，做短暂交谈后，妇人当即就要交付手中的现金。休假员警看出是车手面交的步数，向前阻止掠到车手，专案依照早起定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另外一件是伫高雄，警方18伫银行扣款，想要领1400万买黄金，再搁交予投资群组的成员买股票的老阿伯。 张忠谋他老婆都被利用说他要开课。警方解释，诈骗集团会利用假消费，伫投资群组团长假造获利的消息骗人投资，等被害人投资了后，再搁制造有获利的假象，得到被害人信任，趁机会骗大笔金钱。专案小组与审函配合，由警方提供5200公克仿真黄金金条。 与犯罪成员相约面交以购买股票，并于双方交付时，由本分局预先埋伏专案小组上前抓捕。警方照伊步数，成功掠到19岁车手，佮超出第3级毒品1米子电子分弹空壳1粒。警方嘛提醒民众，对快速获利的诱拐投资爱提高警觉，以免被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还佫发生什么可能的大代志咧？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。 联合报每年要开始去碳费，台中市长罗秀燕佫一届呼吁修法，讲上无爱甲8成的碳费拢留伫个地方。这项建议，毋但是得到其他首长的赞声以外，国民党立委柯武真佫讲出爱修改气候变迁因应法，甲8成的碳费划予地方这条直接写入去到法律内底。中国时报。
科宣部照内政部的建议，要修订公务人员伫种考试警察人员的规则，甲第8条第1款这身悬甲车厘的限制，拢甲汰掉。未来身躯恰灵恰放的是拢会当来做警察。科宣部表示讲，目前是咧进行法规草案的预告，这期间会来听社会各界的意见。自由时报。为着要让大学入学学生会当有较侪时间来做准备，教育部长陈英耀是表示讲，会研究伫咧考试日期无改的基础之下，甲分发入学的时间缩短，预计大概有5万的学生会来受惠。另外，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北检侦办这个瓜文的金华城案，这2个月的羁押期，伫咧10月底到11月初就会到期啊。即马是有风声讲，这检方是咧拼伫咧后礼拜要来侦查结束，也毋过现主时这金华城案还阁有真侪无共款的讲法。前立委蔡壁如也互人点名，伊家己是真受气，讲会对媒体来提告。民众党举办亲子路跑活动，发出上千人到店来参加，党公职人员拢来了。不过党主席郭文铁因为检方涉案也伫咧关押禁见，两个相关一直爆出来事件拢无停过。像是周刊进前报道讲，前立委蔡壁如也牵涉其中，互伊真生气，伫现场批评北检，甲讲要告媒体。我决定在这里提告《镜周刊》，每一周这样子编剧不同的剧情，这样子毁灭台湾民众党，毁灭柯文哲。我们的监察系统死了吗？有没有要认罪？北检18第5摆提问违建集团主席辛庆景，不过也有时间的压力，因为检方涉案头一批互关押被告，应晓薇、辛庆景、吴顺民离到拢的关押期满。郭文铁批正生的关押期是在月初届满。若检方无延押，爱伫期限内并这终结起诉，传出时间点上紧伫下礼拜。因为检方城想说停工，北检拢已经回函，请北市府家己依照职责来处理。市长周万安讲，为了确保停止时间勘验了后现场安全，会要求检方城最好公安，避免对周围造成影响甲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消息，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，就是南韩国家情报院公布卫星的相片，讲有1500人的北韩特种部队已经去到罗西亚远东地区来训练。这是韩战过了71天，北韩头一届派兵来参加大型的战争。即马南韩总统尹锡悦是赶紧来开安全会议，讲这是一项正大的威胁。南韩国家情报院指出，这个月7到13中间，发现罗西亚的海军运输舰队함江北岛的清丁港，运载北韩士兵到海参崴，正是北韩部队加入罗西亚对乌克兰战争的传闻。这期头一批派遣的兵力是精锐特种部队北方军团，位数是1500人。一旦完成调集训练，会被派往乌克兰前线。这士兵拢受到罗西亚的军火甲武器。想要暗砍因是北韩军人的事实。国情院也讲，所内有更加多部队加入，有加总数有12000人。北韩今年6月甲罗西亚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，其中的条款规定，若有一方面处伫战争状态，另外一个会用一切手段来提供军事甲其他援助。国情院讲，对8个月以来，北韩运送13000个装着炮弹、飞弹、反坦克火箭火规予罗西亚。另外一方面，为着要向欧盟也个北约推销伊的胜利计划，正伫波罗塞尼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，17伊就伫甲北约秘书长吕特记者会上来提出北韩出兵的这个问题。I think it's already the second country which involved to this war against us. 这是对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，北韩头一摆派兵参与海外大型的实战，是北韩军官学习无人机建设这现代战争的机会。南韩总统18召开紧急安全会议，全面来评估兵力参与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，参详因应策略，并且伫声明中讲，兵力安尼做对南韩甲国际社会安全拢是一大威胁。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。日本10月27就要来进行国会改选，也毋过即马执政的自民党党部也阁有首相的干涉，是拢互人甲单起油弹，加在是敢若一台警察车受损尔尔，也若这犯案的49岁的嫌犯也当场互人甲抓起来。日本警方的消息指出，住伫基湖关川口市49岁查甫人古田敦新，19透早5点45分向自民党总部的正门，但5支6粒汽油弹击到一台现场巡捕警察的警车，火柜的烧起来，不过真紧就去到现场的警卫拍花。
这个查某人随过驶白色的箱仔车，去伫500公尺远手上的杆体，想要搁再冲浪进入，去互炸人甲挡着。伊当按算搁再等汽油弹的时阵，去互警方甲阻止，以现行犯的罪名甲当场逮捕。原警尾仔伫箱仔车内底发现有10个装油的塑胶桶，还佫有几落的汽油罐仔，当地调查这个查甫人犯案的动机。产经新闻的相关报道，讲做旧店敦新一直伫社群媒体呼吁废除选举保证金的制度，还佫大文鼓励用暴力改变社会。好亲像有意参选，要甲家己的资料寄予媒体。另外，消息人士讲，旧店阁捌参加过反对原制电力核电厂停开的抗议活动。2012年，捌因为无经过许可，强进入东日本大地动灾民说明会，去互台湾警方以妨碍公务的理由逮捕。日本伫第27举行国会改选，时机正敏感的时阵，发生这种攻击事件，也引起各界正关心。自民党干事长松山如透过声明表示，目前也无清楚伊犯案的动机，不过绝对袂当发生有人想要用暴力封杀言论的代志。伊阁讲，目前当地进行民主上基础的选举活动，所以发生这种行为，互伊感觉真生气。阁讲选举会如期进行，并指示竞选的时阵一定要确保安全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再来看体育消息，这是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赛总打拼赛，这是头一届伫台北的大巨蛋来举行，现场是有4万人坐甲甜甜创下新冠的纪录。落尾是由中信兄弟以10-4来攻赢统一狮，伫系列赛去摕到头一场胜利。排队进入现场，受总冠军战中信兄弟送的发炮加加油棒，抢袂进入台北大巨蛋，想要见证头一场胜利。兄弟一定会打击啊，投手方面啊，他们打的比较多，新人带就接起来了，蛮完整的啦。兄弟队一向是中职票房的保证，今年伫台北大巨蛋光彩加持，观众一直创下纪录。冠军赛首战主场4万人满场，改写总冠军赛纪录。总教练并也回忆讲，知影有真侪观众进场摆上强的队员，大小看相拼前的老将张志豪嘛讲出对总冠军的愿望。只要拿到总冠军 ，MVP 是谁，其实对我来说也不重要。最大7試合しかできない、悲しいなと。でも最大7試合もできるってね。だから1試合1試合、1球1球、1秒1秒大事にしてや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。上赛第7届伫总冠军交战，赛队由本土强投高林瑞阳先发，中信兄弟先发投手是外国人投手德保拉。最主要的是能不能在攻击端让德保拉不会那么的舒服的去投到6局甚至7局。的确做了很多功课在古林身上，希望可以突破了。对，而且毕竟他今年的成绩又非常好。根据中职的统计，总冠军赛大胜得到1胜0败球队，最后摕冠军的机会是87.09%，是真重要的冠军预测。虽然讲数据是安尼，运彩分析普遍看好兄弟会摕冠军，不过赛队教练林岳平伊讲，一定会提出上好表现，摕冠军去总统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台语有意思，这几当这台语文的出版是愈来愈多，尤其是互囡仔看的台语绘本是真受大家欢迎。这几天第1届的台语朗读节是当咧举办，现场唔但是有台语的文学，也用台语来讲科技甲音乐等等，鼓励大家做伙来讲台语。我是做坐只车型的火车，身躯有少侪无同的图，足水。手提绘本用台语讲故事，囡仔拢真足听。这是民间出版社举办的台文朗读节活动。主办单位讲，因为发现这几年台文出版愈来愈兴，看到台文出版的发展性，就结合市集、展览、讲座，举办全台语的台文朗读节。即摆真正是愈来愈多，有囡仔人的册，有大人的册，有文学的翻译拢有。绘本是上济，因为大家会想讲爱互囡仔人来读。你咧看这个气象报道，其实以上重要的资料是对倒来，是对太空。互人合作的火箭阿伯的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，当咧用台语讲太空科技。
高中生讲，台语通讲万事万项，伊鼓励大家伫各种领域拢通试着用台语讲现代诗，甲台语多元化，拍破大家对台语的刻板印象。语言其实也有适当的这个环境甲资源来做好的发展，所以伫现代这足侪科技，尤其科技足侪方面的发展，资讯的发展，伊有足侪新的这个技术，搁一寡名词出现，所以你若国家有一定的资源来提供，我想伊的语词思考伊就愈来愈侪。台本朗读节连办3天，为拜6到拜1。讲座除了台语讲太空，也有音乐创作、出版编辑、世界文学、历史思想等等，靠各种领域的专家做阵来用台语分享，展现台语文当咧多元发展。记者顾问柯炳哲台北报道。中华的开化寺到今已经有300年的历史，这是中华的第一间庙寺。即马为着要来庆祝满300年，开化寺是邀请到鹿港龙山寺、分园宝藏寺等等6尊观音菩萨来做客。这些菩萨因也头一届做伙出巡，为地方来祈福。沿路信众拜香安道供应观音菩萨，这是300年来中华开化寺头摆举办的观音顺境祈福活动，火车一台接一台，请袂少民众来看热闹。我细汉就和我的妈妈来观音堂拜拜，今仔是300年第一届，所以真特别一定爱来参加。对高雄来的，拄仔来遮经过看到安尼，感觉真趣味。1724年起造的中华开化寺，佫叫观音亭，是中华头一间庙寺，历史久长，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。为着庆祝建寺300年，开化寺邀请鹿港龙山寺、分园宝藏寺、社头清水岩、海岸岩、花坛好山岩，加大庄主分寺，原来6大尊的观音菩萨，加上开化寺观音佛祖，计共7尊观音马同齐了境。观音祖伫咱中华一定保护咱所有中华的市民后，一定300年。所以咱即届这特殊的机会，可能咱一世人嘛，对这届这个300年，所以咱安排着咱中华观总共有6间重要的观音祖的寺庙来甲咱开化寺吼，希望借一次的机会，互大家感受到观音佛祖的慈悲。开化寺表示，因为庙寺就伫中华古城的中心，甲地方发展有真密的关系。亲像开化寺是佛教信仰，所以4苦练等有袂少素食达。即摆系列活动就安排行大活动、素食文化讲座，要互大众了解民间信仰甲生活相牵连的所在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新竹过去是号做竹产城，这是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正重要的一个城市。即马新竹市政府这回是来举办竹产建筑变迁展览，除了是让大家看到这市区在这当中的变化，也利用3D 的科技来呈现已经消失的古建筑。用手镜头背者，就当看到3D 场景。透过3D 技术，甲过去因为战争以及城市发展消失去的清朝5大名园之一尖园，重新呈现出来，让民众会当看到当初的建筑甲历史。今天的浅园，都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我们这次利用数位的方式来复原整个浅园的一个样貌。在平面图上，你用手指头去移动它，就可以在3D 场景里面去看到整个浅园复原的样貌。现场佮展出新竹市较早旧的地图，民众会当透过地图的相片甲纹理，去找出较早进前的街仔路，以老相片讲故事的方式来明白竹产城过去的发展过程。希望大家安尼按阮的地图安尼看起来，会当按这个北门大街吼，购有个东门市场过来新洲屋，还有新竹的这个州厅，会当讲知影讲阮即摆以新竹的这建筑的美丽。透过对于老建筑的一些观察，知道说原来我们新竹是这么有文化、有底蕴的一个城市。主办单位讲，透过活动，除了让民众会当了解无同时代新竹市的风貌以及变迁，也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竹产城是一个文化历史丰富的城市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带大家来看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地区24度到26度。中部地区是24度到30
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，东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，也那外岛地区21度到28度。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。以上就是这个台记新闻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。